星期日嚟屯門泥圍逸園村做啲乜？今日 Bosco 邀請咗我嚟到呢度參加咗一個環境劇場，叫美樂花時。呢個係東華三院屯門綜合服務中心美孚小童群英會同一間青年館合辦嘅一個活動，招募咗多位青年人一齊進行演出。Bosco 就係其中一位啦。到底乜嘢係環境劇場呢？我覺得可以理解成為一個我哋會用地方實景去發生嘅劇場。咁所以咧，我哋唔係喺室內進行啦，都唔係喺個黑盒劇場入邊啦，我哋就會真係走入嚟呢個地方逸園村，有演員或者有工作人員去帶大家遊走喺村入邊唔同嘅地方，然後我哋會喺一啲嘅地方咧，會有一啲嘅劇場嘅演出去俾大家去欣賞咁樣嘅。另一種講法就係沉浸式嘅導賞團啦，感覺就似打機做任務咁，跟住角色周圍走。故事就係講述搬咗去城市生活嘅琪琪，因緣際會翻咗嚟逸園村，撞翻佢嘅好朋友欣欣，佢哋一齊喺村裏邊揾翻熟悉嘅面孔。點知逸園村因為要發展洪水橋新市鎮面臨清拆，而村民都因為安置嘅問題同政府有啲拗撬，當中牽涉到寵物權益同埋業務賠償嘅問題。到底逸園村最後嘅命運會係點呢？呢個故事係改編自每一個村民嘅真人真事，真正嘅村長仲落埋場一齊演出添。咁呢邊笪地咧，邊個收㗎？呢幅地咧就係政府收嘅，要嚟起西鐵嘅。呢個涼亭咧就係我哋呢兩倉地收多咗嘅，我哋就係要嚟做休憩嘅。咁希望今次呢套劇可以讓大家嘗試去了解、認識呢個地方，先作為一個開端啦。都知道香港其實好多年嘅村落都可能面臨緊類近嘅情況嘅。之前咧入過好多次村咧，就採訪過好多村民嘅故事，咁發覺呢個逸園村入邊咧，其實都有好多一啲好令人值得回憶嘅一啲唔同嘅片段啦。咁所以今次咧，我呢個優先場咧，其實真係好想當係一份禮物咧，係送翻俾大家咁多每一圍嘅。多謝多位演員喺好短嘅時間之內，我哋只有2個星期前個劇本先出嚟，喺咁短嘅時間之內可以完成咗一個咁完整嘅劇，我好多謝咁多位演員。佢哋將會喺逸園村清拆之前再 rewind 一次，希望呢個演出可以俾更多人見到，令更多人知道逸園村嘅故事啦。